日式芝麻花壽司、壽司米水、壽司醋、糖鹽、芝麻海苔、魷魚梳帶、醃蘿蔔、蟹肉棒、脆脆炸蝦。將米洗淨，浸泡約30分鐘，瀝乾水分後放入電鍋或者壓力鍋中加入煮。之後等米飯稍為鬆散一啲，喺小鍋入邊加入壽司醋、糖同埋鹽，用小火加熱，直至啲糖鹽融化唔需要煮沸嘅，待冷卻。將煮好嘅米飯放入大碗或者木製飯篩中，慢慢加入調好嘅壽司醋，用木鏟或者飯匙攪拌均勻，同時用線子或者手線輔助米飯較為乾潤，最後加入芝麻攪拌之後取適量嘅壽司飯握成團狀，或用塑料保鮮膜包裹塑形成花束形狀。如果喜歡，也可以喺壽司飯外層包上去，就可以喺花壽司上點綴一些額外嘅芝麻或者醬料，增添風味。大家記得點讚同埋關注我哋啦！